拉玛当公布奖培养了恰才咯，看给老头对面真正引导南道热些，今年对跟这些小钱年纪多个来帮子，看到这边自然没人门头都爱去社会，周遭各拉不起大致也拉出去养点松，周到的切着年末年龙来给家着住在近。马里没在东安牛过今年就在热天南，对呢，他前社区他是原定绿洲也是土语过，就当去年现在大陆没是江北养了对。我妈的把咱那的，我妈的把咱那的，我妈的把咱那的，今年去了谁去？大陆的木门把热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多巴伊，罗着宝贝那我这都是。他这老真举不起不自去，第14课。哦，他老真举不起不地那罗了，名字脾气忙起啊，还可不增加一个人。地那罗个这里面的名词啊，生词也不是那么很难，大致上都有以前看过。哦，第一个生词啊，天马吉，天马吉，天马尼，天马松，一次、二次、三次、四，就是这个用法嘛。加入啊，加入啊，加入就是拜见嘛。那替了加入，其他给替了加入，其他给轮了加入在你座前，拜见，贴个字，贴个字，贴个字，那样打算，贴个字，一般是贴个字，贴个字给有点是用在这个贴个字的，贴个字贴个这个底色的，贴个这个底色的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贴个这个底色的这个用法了，贴个字，它一般是字是打算嘛对，但是贴个字是那样打算，那样打算。这个前后文用的时候，那样打算的时候，他没有那么，比如说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那可以用这个贴个字给对吧？对吧？明度，对吧？就是欲望嘛，明度是没有那个欲，所以贴个字给对吧？明度，他没有那么。对，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欲望跟那个想要，对不的，对吧？贴个自己对吧？明度，对吧？明度，贴个这个对吧？明度，对吧？就是想嘛，或者是用那个贴个这个对吧？明度，他没有那么大的意愿。这个对吧？也可以说意愿嘛，他没有那么他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强的意愿。你们中文通常会这么说吗？他没有那么想要参加的，或没有那么想要做的。
会用那么吗？嗯，程度上的差别，所以这个这个也不要嘛的没有那么好嘛，这个也不没有那么好，嗯，所以这个翻译的话，你们看呢？那样打算，这里那样打算，好像这个是有点那样打算是怪怪的没有前后文的时候，猎人，猎人，呃，猎就是道的意思嘛，道猎人就是猎人下，嗯，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比如猎人已到，但是还没有人还没来，原则上来是应该要到的，时间已经到了，人还没到的话呢，猎人下，嗯，对，摸着猎人下，就是摸着猎人下，人就是这个人就是刚刚好的意思，适合刚好，所以猎人就是按道理说时间是到的，车子要到了摸着猎人下，如果讲摸着猎人下的话，车子快要到了，车子快要到，摸着猎人，摸着是车子嘛，摸着猎人下，摸着猎人下车子快到了，可以这么翻了，车子快到了。这里应该不能说一到快到了加拉猎人，对对对对。那这个看前后文了。对对对啊，他快要到，空猎人下，对，空猎人下那个下是后面的那个补助词，猎人空猎人下，空猎人读的这个空猎人读这个读，那不念读的时候，他会空猎人下，下个下，空猎人下，口语嘛，空猎人下，对对对，猎人下，对，我们就猎人下，对，就是意思是说时间已经到的时间是已经到了，嗯嗯，这个也是应该是人这个用法是在口语里面用的양결 양결 양결직송탕再说一次嘛양결직송탕 양결직송탕是再说一次，是不是양결직송탕还有什么造句呢양결嗯양결롭 양결종对양결직롭可以啊양결직롭对再学一次부위양결对对对对부위양결직롭没错부위양결직롭 양결지啥양결지去양결지啥양결지 서기也可以양결지 서기是看到他人在吃嘛양결지 서기 양결지 서기我要再吃一次我要再吃一次양결지 서기再去양결配对再唱怎么说양결지东
杨家鸡当，杨家鸡鞋当，鞋杨家鸡当，鞋杨家鸡当。甘伦，甘伦，哦，甘伦是我直接用音译啊，甘伦就是呃我们的摄政，嗯，就是甘伦啊，甘伦是一个植物，不是，甘伦是那个行政部长，那个有点像行政院长，这是啊，摄政，那么这摄政是那个，就是说，比如说达赖喇嘛，他还小，很小嘛嗯但是他以前拥有政治权利嘛，嗯他是在他还没有把政权交给他之前，需要一个摄政。哦等他们长大之后，比方说呃，就是甘伦的话也是执政里面的一个官员，在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达赖喇嘛那个呃19是不是16岁的时不，你说的是就是你说的是那个尊者小的时候是代替他的那个那个是给策给策给策但是有一个词叫做嘎夏，嘎夏有啊，嘎夏是一个政府，对，政府组织一个单位，政府组织一个单位，里面的官员，那里面的官员叫做甘伦，对就是比如说一个部长会议里面有很多部长，对，有7个，像联邦政府的话有7个嘛，7个部长，就是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对，内政、文化，对，安全部，对对，都在达赖喇嘛。都在咱们仨，对对对，部长也是个，你们会直接说部长吗？外交部部长所以这个人就是英文的 minister，是吧？英文的是吗？对，摄政是那个人是就是达赖喇嘛还没有成人之前，哦，当他那个是只有一个人嘛？对对啊那才是摄政啊，那个是甘伦七八那个首席的，对，这个七八首席，对对，甘伦可以有很多，甘伦七八只有一个，那对，七八是这甘里面的头吗？头对，那不是就是总理吗？是总理，是你们说会总理吗？总理是 prime minister。那不是那个是司令嘛？一般是总理的话，应该说司令，这个 C，司令，总理。嗯，对，司令是总理的意思，是吗？首席的部长，
都可以吗？可以用那个总理吗？啊，一般的司论，呃呃，司论它是主要是管外交的嘛。一般我们讲司令是管外交，那比方说像什么样的呢？嗯，你外交的，呃，有主席那个总理和还有什么那个总理，要看他是什么不，制度了，对对对对，看是内阁制但是还是有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号吧，对不对？啊，像大陆的主席跟总理不一样嘛，呃嗯，主席就是类似那个总统，对类似总统。对，总统嘛，那啊，像如果美国那个美国总统还有一个什么，那个外交部长是叫什么？就是像对国务卿，他的国务卿就是兼外交部。外交部嘛，对对对对。啊，那这个里面甘论里面就是都有外交部，也有外交部的甘论嘛，它是一个总称。那甘论七部的话，就是它这个里面的最高的那个只有一个。那我不晓得，他可以说是那个总理，或者是就看哪个称号不一样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呃，隔一阵子要选的是选什么？甘伦甘伦七部，甘伦七部也好，C 九也是啊，C 你看是这个嘛，那 C 九啊是刚刚七霸吗？啊，西贡是刚刚七霸。对对对，C 九是甘伦七部没错，C 九是甘伦七部那很忙哎，啊。很忙，到处去，很忙。对，他就是跟司令一样，就到处去外交，什么都是，嗯，是用是用。四就是啊，四是 chip 嘛，chip 就是政治嘛，C chip 政治 chip 嘛，chip chip 是政治嘛，chip 那所以四它就是重就是持持用是持，就是握有政权，维持维持。维持政权，就是执政的，嗯，执政，嗯，中国的它有一个，呃，嗯，我们比方说小孩父母会养育小孩嘛，那这个也是对于小孩来讲是不说用求，说用就是养育，那这个呢，C 用就是他来去嗯维护这个政治，也可以说执政，他来执政 C 用。稳定，稳定，
稳定，稳定就是可以说选举吧，稳定。我本身是我就是有资格的部分啊，谁有资格？我有资格，他有资格，谁有？我吧，你们听到那个光各个声音一样嘛？对不对？那光的那个声音是阿那罗达光是这个嘛？对不对？但是这边后面是后加之萨，我就是可以，他有这个资格，我吧。dem 就是选，dem，稳定，七八，干轮，养家，对啊，对，没错，确实是，养家不是养家。那个是不是啊？对，养，不是啥，没错，没注意到那个念的时候是养家，把字写成雅家，这个地不是啥，是呀。好，那我们看那个对话里面的。求拉扎了，卡桑，啊，天马吉，加罗音，是吧？求拉扎了，卡桑啊，天马吉，加罗音，是吧？他就是在叙述这，他就讲，求拉我们学过，对不对？那个是我们说是大哥，也是那个老大，或者是这边直接我们就翻成他吧。求拉对他们讲的那个人，求拉就是那个他们的所称的那个老大。扎了就是他身边嘛，求拉扎了他身边。他坐前，扎了，就是理解吧？扎了就是旁边、身边、坐前呐，求拉扎了，捏扎了，在我身边，捏扎了啊，父母身边，旁边扎了，这个扎是用法是就是身边的旁边，不用，扎不是敬语啊。这气了扎了是很近的意思嘛，很近的啊。卡桑是昨天对不对？是前几天那我们这里翻了上回，卡桑天马吉就是一次，是吧？这个用天马吉，加我就是拜见，所以我上回拜见过一次嘛。我上回拜见过一次这个是吧？是对吧？或者是吧？没有这个，但是他这里直接日巴这边的日巴用法是日巴有一些是疑问的句子是吧？日贝对，日贝完全是疑问嘛，日巴就是对吧？对不对？对吧？就是日巴，日贝就是对吗？对不对？那在这里呢，他在
讲这一些叙述，也不是也不是讲，不是疑问，也不是说对吧？是看求老早了，俺看上天文节嘉宾是吧？中文这个要怎么说呢？啊，对，可以用这个，我就用用这个比较恰当。对了，我上回拜见他一次，你就这样用就可以了。中文是啊，有点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曾经我上次有拜见过他，是这样。我突然想起来，对了，除了这两个，可是天文节嘉宾是吧？不是突然想起来的，但是你要说可以突然想起来的用法也是可以，但是在这里是他只是在讲叙述这些前面这，我上回拜见过他一次啊。对，有这么一回事，对，有这么一回。他说中文怎么讲？也不能说有这么一回事吧？顺带提。刚刚讲到是什么句？你们对，有这么一回事，他就是有这么一回事的意思，含义。他有这么一回事的时候，中文里面我没办法说啊，那就对了就可以了。对，所以他这讲的是这里面的词汇还可以吧，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的，对不对？上次都用过的一个，所以这些对话里面，你们前面的生词慢慢记住的话，那后面的大部分都是重叠的。一年초라코랑 대가찌기对吧？유미 예 세보 시마송 이네 초라코랑 대가찌기对吧？유미 예 세보 시마송在这个句子比较长，所以你们要注意的是要停顿在哪里。停顿比较抓住的停顿的话，你的就抓住的那个，你停顿错的话，那个讲起来的时候就不准嘛。이네 초라 코랑 대가찌기对吧？유미 예 세보 시마송所以一年是但是后之然而초라코랑就是他嘛，초라코랑指的就是那个人，对不对？那个大哥，那个老大，或者是那个人他用的是초라，就是一个，因为应该是比他大，那就他用초라 대가찌기我们刚刚生词里面대가찌기那这个기不是属格，这里的기不是属格啊，但是대가찌기这个대가찌기对吧？这个可以当成属格也可以，因为有个后面对吧嘛유，所以这个它的那个유，那就前面那个形容嘛，这个对吧？就是打算那样的意愿，有没有打算？我们刚刚那边的翻译了，有没有打算那样的意愿？他有没有打算那么的意愿？就是这个对吧？我刚刚跟你们讲解的时候，这个
有没有那么强大的那种强烈的，或者那么大的那种意愿？有没有那样的意愿？那样的意愿的话，那就是那样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那样，有个特质的一个才会长那样的，对不对？这里的是铁个这个多吧？他有没有这么比较铁个这个多吧？他有这么高的意愿，或者这种强烈的对，这一个他的意愿的这种深度，就是强度、强烈的这种。那铁个这个多吧没，我没有那么大的意愿。铁个这个多吧没。虽然有意愿，但我没有那么大的意愿，那就你可以讲铁个这个多吧没，是吧？铁个这个多吧没啊。铁个这个多吧有没就是有没有嘛？你也写不信嘛，说我不清楚嘛，你也写不信嘛，是吧？写嘛说是不知道，那写不就清楚。那你也写不有个否定，你也写不信嘛说。明天，明天下不下雨，我不清楚。三一下雨什么？下吧，当个月没，三一下吧当个月没，你也写不写嘛说？或者三一下吧当明，当是下嘛，明就是否定嘛。三一下吧当明，你也写不写嘛说？是吧？切章个，这个可以是口语里面的，一般是切章就可以嘛。那口语会切章个切章个，体力养家，即体力养家即，求拉扎，加亚银体力养家即。就是今天再次嘛，体力养家就是今天再次，是不是？求拉扎就是加亚银就是要拜见嘛，拜见。所以，今天我会再去拜见他。这边的扎就是跟他做钱嘛，等对啦。당안 줘 깔는 치바 당안 줘 깔는 치바 당안 줘 깔는 치바 因为这有个 key 당안 줘 깔는 치바 key 깔는 치바 key 口语的时候就用了 key， 但是实际上语法那个书面语的话，就是以文法来讲的话，用牙有仪嘛，牙有仪。但是口语会这么说嘛？치바키稳定题，leprin个多，所以它是现在嘛，现在。俺就干论치바키稳定，就是我们首席内阁大臣。可以说内阁大臣吗？你们访问他这个内阁大臣、内阁总理吗？这是甘伦甘伦直播，叫我们这英译的话，首席甘伦的选举稳定
是吧？即将到来是 lebring 个多是即将到来 lebring 个多 lebring 个多稳定就是选举了，稳定。당한지 갈른 치바기稳定的 lebring 个多 lebring 个多조른 게 도， 조른 게 도， 这是来嘛，去就是조른 게 도， 动词后面多加这个人给度的话，那就是即将来。杀人给度，大人给度，提人给度，这个人给度的这个词。刘伯谦那个大臣，如果是日本会讲总理大臣。总理大臣吗？总理大臣。内阁的头，对，那个是日本的话，总理大臣嘛。因为日本是内阁制，因为它有天皇嘛。对。国家元首是天皇。所以它是内阁。所以这个是不是类似内阁？内阁大臣。内阁大臣，他会称为总理大臣。是吗？总理大臣。就是他的内阁的头啊。内阁的头，对。刚才说就是内阁的头。我们休息吧，那个时间到。放那首歌听。
刚刚我们那个提个这个句子啊，我这边用了三个例句。好，这样可以。提个这个也会有嘛的，提个这个也会有嘛的，提个这个也会有嘛的，就是没有那么好。就是讲的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意思嘛。提个这个可全部有嘛的，提个这个可全部马的提个这个可全部马的没有那么贵人工嘛，人工，这个人工全部买的，讲的人工就是价格嘛，价格这个钱全部买的，这个钱全部买的，这个钱全部买的，没有那么重要，钱全部是重要嘛，钱全部是重要，对不对？钱全部。就没那么重要。钱全部买的就是不重要嘛，不重要。钱全部买的就是不重要。空全部买的就是不贵，空全部买的不贵。也不有买的就是不好。也不有买的就是不好空全部买的就是不贵钱全部买的就不重要。那但是前面加一个形容词，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好就是不是说不好，就是没有那么好加一个这个字的话，那空全部买的就不贵，就是这样的，没那么贵。加一个这个字的话，同样的加一个这个字，钱全部买的就是没那么重要。这是语句加个这样的一个形容的话，它的意思稍微会有改变嘛。原本是打算，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我说提个字原本就是打算意思，那样打算提个字，像刚教的但是看前后文来去时候，它就会有改变，对。提个这个单词没有那么，你应该是没那么，这个比较容易了，没那么什么什么。微信，网络，makben surba 微信选取的名单，微信微信网络就是里面的意思嘛，网络康边网络，房子里面康边网络康边网络房子里面makben就是将军嘛，makben那如果军人的话怎么说？makmi 这边有个 mark 军嘛，makmi 就是军人
那本就是长官嘛，本部就是长官啊，所以马本就是将军啊，苏巴啊，甘伦苏巴，我们刚刚有甘伦嘛，对不对？甘伦苏巴啊，卸任的，对，甘伦苏巴，那苏巴，给人苏巴。对对，退休老师给人数吧，啊，数吧退休，退休是不是退休是减员呐？减员，对吧？给人数吧就是卸职的老师啊，不代表退休，不能说。对，不再当老师，他就是不再当老师，不代表他已退休。任何都可以讲给数吧现在有个新的名称扯苏，查巴是出家众嘛，出家人，查巴，那加一个扯苏。还俗的就扯苏，一般我们不是扯苏嘛，一般是查漏，还俗的叫查漏，漏就是烦嘛，啊，那现在用了新的词扯苏，啊，不是生人了，扯苏。啊，新的词汇比较好听呢，扯苏。圈州啊，塔西，切的，帕语这是名字，人的名字，圈州，确就是法。那个州就是财，人民啊，全州哦，发财啊，人民啊，不是，我们这个里面应该是全州是人民哦，看对话里面，看一下有没有全州，马滚苏博全州了，对，人民嘛，对。那可不可以也是讲这样子？圈州就是发财，它本身就是发财的意思。发财，那就对啊，就是其实圈州是就是你把这个法呢是看成财务的话，这个法看成财务的，就主要就是富裕的意思。就圈州就是财务上面的话，财务富裕，那就是法也是很丰富的，两个都可以去看圈州。那圈州普通头却把它看成法，那个州呢看成财务，边州嘛，边州就是财产，那个州。塔西就是方法嘛，塔西啊，塔西方便方面，塔西切就是在做嘛，那正在做的意思，切碟，立碟，谢碟，正在说，多碟正在做，撒碟鱼，我正在吃，痛点鱼，我正在喝嘛，痛点，这也是口语上面的一个说法，痛点。其实切心鱼，我点心鱼，我撒心鱼，心会用嘛，心我做心鱼，心破下就会心呢，心做心，泡鱼
培育故乡嘛。갈룬 티바기维西囊络了，这边是加了一个我忘了一个啥，维西囊络了，俺这培育几把课，俺这培育几把课，俺这培育几把课，갈룬 티바就是首席的高伦的话，内阁的总理或是内阁的大臣啊，维西囊络了，他的这个名额当中，维西囊络了，这个维西是可以说翻成可以名额嘛，就是我们比方说选举，那最终我们选3个人。比方说选市长，那选市长里面最候选人3个人吧，那就直接选候选人吧，语系，候选名候选名单里面那叫候选名单。你们说3个，对不对？勾嘛，对，那候选名单里面呢，按照培育几个我们的同乡，按照我们对不对？同乡是培育几个对吧？培育几个，然后他的这里面讲的那个语句里面，按照培育几个扩，他没有用敬语嘛，那个我们的同乡，他没有像前面讲的除啦什么什么什么没有讲到，对不对？他直接用了那个他，就是扩，培育这不扩他的同乡是谁呢？这是地名，达拉顿，有去过吗？达拉顿是也是靠近德里，德里再过去吧，达拉顿，开车也要1个晚上吧，坐1个晚上，从达兰萨拉过去也是1个晚上，从德里过去的话1个晚上吧。不一样，我记得我从达兰萨拉过去的时候是坐车1个晚上。好，反正这是一个地名一个印度的一个地名，所以达拉顿这个地名它的地名就是达拉顿，英文是达拉顿。这是我一个是藏文那达拉顿是老师你自己写的？对，达拉顿是为什么要讲2次？地名3个那个人有一个，那边有个叫马坤，他有个将军嘛，对不对？马坤苏波退位的将军，对不对？马坤苏波是退位的将军嘛？马坤苏波，他的名字叫什么？全州了达拉顿给马坤苏波，全州了有吧？全州了有吧？就有吧，就有那位什么，给上了有吧，或者报上了有吧，就是跟人家说那位什么什么什么，那位就介绍的时候，藏人呐。他怎么会跑去印度当军人呢？印度有一个有1万的
有1万个军人的话，那个是团呢，还是什么营？军团。有就是军团有1军、2军、3军，印度有很多，就22军。不是，达尔顿有个22军。他的那个专制军团叫22军团。对，早期22军团全部都是藏人，就是有1万个藏人。就印度政府是直接是22军是全部都是早期从西藏过来的藏人参军的，就是有1万个军人，就是专门是藏人。现在还有吗？有啊。一样，这个军团都是藏人。对。所以他的那个团长就是藏人。对。所以他是退役的那个团的团长。对。现在尊者的bodyguard那个都是从那边过来的。他的护卫都从那边选出来的。对。现在有，就是印度政府直接就是给藏人的一个待遇嘛，就是早期印度跟那个巴基斯坦打仗的时候也是有一次有派藏人军。所以他们也是要负责印度的国防。对，还印度的边境，在那个跟中国西藏的那个边境也是啊。对啊，上次去年吗？还是去年跟中国冲突的时候，这边的有藏人，那边中国也特地派藏人，因为可以对话嘛。这故意派的嘛，就是有这些对。所以他们都派藏人是为了要沟通吗？原本印度那边藏人原本就有，因为它是海拔很高，所以就现在专制组这边讲的那个达尔顿的那个军人里面也有藏人嘛，所以会派到那个边境啊。那中国那边的是因为打仗还是派来的，不是很确定，但是反正我们有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中国那边派来的一个藏人军用藏文来去讲解对方的那个印度的，对。对方翻译给那个人民解放军听。对。到这里面，제장 코랑 갈륜 티베 위시파르도 제장 코랑 갈륜 티베 위시파르도 所以呢位置코랑 갈륜 티베 위시파르도就是코랑就是那位嘛，全州了，是不是指的是那个全州了？Quran 呢 ，Galun Chiba 就是首席的内阁大臣Galun Chiba 羽西帕杜候选人，就说让他能晋为首席内阁大臣的候选人。他的意思是这个，所以 Quran Galun Chiba 羽西帕杜，羽西我们刚刚讲到是候选人嘛。后来我们就把它认定候选人，我们这边也有翻成候选人嘛，所以把它进到那个候选人Partu Lebyaki Tapsi 7点月吧7点个月吧7点个月吧7点个月吧，这7点个月吧，就我们正在设法当中，就是如果是中文的话，把这个我们正在设法是要放在前面嘛，我们正在设法让他能成为这个首席那个大臣的候选人，这样就顺嘛。那如果把它这个放在前面的话，那藏文是在后面，我就把那个放在
就直接看到特别前几个月我们正在设法当中。如果是改成78，他退位就改成75。对对对，感恩提速，对对对对，提速，感恩提速，对。像提速，我们的提速的话，就是有佛教方面的七种不弃，就变成退位的话提速嘛，提速种不弃。现在104是已经70了嘛？对对对对对， 104是78。对对，78提速，对这样说啊。就是耙耳朵，就是他直到候选人，耙耳朵是因为先要选嘛，能够选到直到候选人为止。因为刚开始是先选，那作为候选人的话，只能几个人当做候选人嘛。所以耙耳朵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人选，然后选到最后3个。对，几个就是2、3个，最后那个，对，那个是维系跑的，就是甘伦七边维系跑的，就是他到那个甘伦七边维系跑的，就是那个做的那个首席内阁的，对对对。코란 관련 TV에 위시 파도 레비아게 탑시 제대기 제신유 제신유 제대기 유是一样，제대기 유 제신유是一样的，那后面再加一个8，这是제대기 유 제신유是一样，就是正在做。那这里有个后面有个8。其这个有吧，它就是一个口语里面的一个就个叙述的一个呢。其迭性有吧其迭个有吧，其迭个有吧，就是8就是讲的是前面有个日巴吗？我们刚刚前面有个日巴，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语句其迭个有吧，还在刚刚我们翻的什么？有这在设法中，有这件事。刚刚那是有这么一回事嘛？所以这个也是其迭个有吧，我们有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就加这个有吧是指的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啊。前面最后一句前面那个雷亚雷比亚雷就是道嘛。这是口语嘛？这是 lip 语，是就是未来的 lip 呀，就是 lip 语，就是将要到。那如果书面的话 lip 语，然后大概加语。书面的话是书面的话是这个 u 嘛 ，lip u。那 lip 呀是起呀起 u，这是好的。一般单字的话，雅不好，对不对？那这里是口语，那是 lip ya，将要他要到那个候选人，可以改成候选人，候选名单。好lecker
我们是特别几个月，特别几个月嘛，特别几个月正在想办法，对不对？特别是两个人呀，这边有个呀，对不对？刚刚我们都两个人居还没有，因为它是未来的讲未来的事情嘛，所以两个人居，如果是这个不写呀的话，应该写有两个人居，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呀，特别几个月，两个人呀，特别几个月。就我在想办法找工作啊，就是想办法找工作。没有我再如果加一个我的话，那我在想办法找工作的意思啊。藏文里面没有特别写我啊，两个人呀，特别几个月，特别几个月就是正在想办法嘛，特别几个月。譬如讲呀，譬如讲呀，特别几个月，我那想这是设法学习藏文，我在设法学习藏文。譬如讲呀，特别几个月啊，陪了着呀，特别几个月，陪了着呀，特别几个月啊。这我在设法到西藏，我在设法去西藏，这意思。所以它几个这个前面都可以动词嘛，着是动词，是不是？讲也是动词嘛。那 rak 也是动词嘛，就是得到嘛，得到或找到这个 rak， 所以后面加个什么什么特别几个月，什么会加一个 rak， 什么特别，你们用一个句子嘛，特别几个月还有什么？特别几个月还有什么？除了这3个以外还有什么？应该有很多吧。了解新亚特别几个月，我这正在想办法能够学到嘛。新亚，譬如新亚给特别几个月，对不对？譬如新亚特别几个月，还有什么？随便中文这么讲嘛，随便。没有吗？啊，没的。哦，卡拉塞呀，特别几个月，对对，可以啊。卡拉塞呀，特别几个月，对，啊。我是想尽办法想吃，设法想吃饭，刚不水呀，刚不水呀，特别几个月，刚不是吧？刚不水呀，特别几个月。卡拉水呀，特别想办法做饭嘛。卡拉水呀，特别几个月，刚不水呀，特别。还在想什么办法？设法。什么？想办法什么？哦，对，没错，庆祝水呀，特别几个月，庆祝水呀，特别几个月，很好啊，庆祝水呀，庆祝。庆祝谁啊？特别几个月嘛，想办法造句嘛，庆祝谁啊？特别几个月。可以吗？还有吗？还特别几个月？刚刚谁呀？对，刚刚谁呀？特别几个月，刚刚解决挺困难嘛，没错。刚刚谁呀？刚刚谁呀？刚刚谁呀？特别几个月，我在想办法解决困难嘛。刚刚谁呀？特别几个月。
对，康波女啊，投机主义大大的是吧？康波女，对，想办法买房子啊，对啊，康波女啊，投机主义，对。OK，那我们就东岔，你数，张啊，尼lâm，张啊，你数，东岔，是千嘛，东也是千嘛，那就东岔也是就是一样千。你数是20，对不对？张啊是25，你数张啊也是25，你叫张啊也是20，你就用张啊也是25。你数这几增益这松都用这个嘛？这几增益这松这些张啊数字啊，你那么就是梦，对不对？但可以，milam ramada majigumi lama milam，或者说nilam，两个都可以。但是呢，东栅你是这样啊？东栅你是这样啊？多少？东栅你是这样啊？东栅你是这样啊？25000啊！东栅你是这样啊？25000啊！25个千呢？25个千就是25000。哦，多了，美金嘛，美金哈。东栅你是这样啊？给，东栅你是这样啊？给，东栅你是这样啊？给 ，check 是不是 ？check 支票对啊，25000美金的支票 ，check 是支票嘛？啊，他也用那个影片里面用了 check 啊，对。那这个英文你们就不用，我就不用解释了，对。他是这么讲的吗？Okay, that's royalty from my new book。可以这么说吗？那是我新书的版税。版税是不是交给他自己收到吗？哎，他拿到的钱，应该是卖书的钱，可以。中文是卖书的钱是版税吗？是吗？啊，那版税是自己拿到的吗？哦，好，后面是也是就互相打招呼嘛。求拉他那个妹妹说求拉他congratulation 是吧？恭喜你，这是的嘞，这是，钱呢？眼你了，大主多啊，钱呢？眼你了，大主多啊，钱呢？眼你了，大主多啊，钱呢就那么嘛，我的梦想啊成真了哦。钱的原因没那么大主导，就是大主导是那么我的梦想成真了哦，读卡是哦的含义
大大主度，大大主度，这我们就记得，年300天，大大主度，年300天，大大主度，恰如我所愿嘛，大大主度，俺最700天，大大主度，俺最700天，大大主度，我们所说的正好实现了。旁边人啊，大大主度，旁边人啊，大大主度，就是正好达成父母的心愿。人啊就是心愿嘛，我们这里把父母的心愿啊，大大主度就是看你句子来去翻什么实现，或者是达成，或者是所愿。就按照前面的句子来去翻嘛，但是藏文是都是句子一样，大大主度，大大主度。那中文你看前面的来去翻比较适合的句子。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是结束了。那前面再念一次。天马吉，加入啊，대가지，랩렌，양자， 갈룬， 치바， 은딤， 졸라 달라 카상 나天马吉 자루아 인， 是吧？이네 졸라 고랑 대가지기， 对吧？有没你세부 심마송 제장가 티린 양자직 졸라자 자야인 전둘라 당한주 깔른 쳐박기 은림대 랩렌 두가 랩렌기 두가 대가지기 약부 요 말이 대가지기 공 첨부 말이 대가지기 개 첨부 말이 의시 낭로 막분 술빠 천조 탑시 지대 퍼유 갈룬 쳐박기 유시 낭로라 안주의 퍼유 직바 코 다르던기 막분 술바 천조라 유바 제장 코랑 갈룬 집에 유시 파도 레비아기 탑시 지대기 유바 레가라야 탑시 지기유 부의장야 탑시 지기유 별로줘야 탑시 지기유 동차 니슈 장아 니람 오 dollar 동차 니슈 장아기 check Oh, that's royalty from my new book. Oh, chola, congratulations. Just delay. Chana nge nilam tada drup doa. Nge sambati tada drup du. Nganzu shebati tada drup du. Pame rewa tada drup du. 다니 심제 탐제라 이시노부 레라베 텐조 루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버르 짐버르 쇼 간도 수단 조베 체 다니 군레 면다시 셴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버르 짐바 쇼 전람군도 랑규라 도지 녀무 게마타 다시 머루 제베나真的东年多不的少，人心人别心间里，地动差不能同在，人间跌宕差不行，
니바 가웨 진진쇼 달라 생기 타도키 시고르 라소 미리베 경가랑기 렘바다 개가 셴라 비워쇼 칼라다기 펜다베 저와치와 강시키 신도 미리 뇌체나 신인 당바르 따와쇼 도나외당 규바이 펜데 마나 군라부 마이 뇌당 동해군 사회 달라 렘바쇼 대다 군장 최계기 도베 팀에 마바시 최근 주말 시베르 시미 청원 레드쇼 나서 도치 심자난고 된다 좀 지요